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台湾民谣男歌音吴廷和先生伴奏张怡君小姐出场。在还没有出场以前，有一个小插曲，我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一下。吴廷和先生呢，他的父亲呢，名字叫做吴振瑞先生，他是20几年前屏东香蕉案的主角，背了约差不多有5年。谢谢。Our next performance tonight will be Taiwanese songs performed by Philip Wu and Grace Chang. 他刚才特别的跟我声明一下，除了安童歌及母亲的名叫台湾以外呢，他还要为我们唱一首恒春的民谣。谢谢。
生
接下来有男高音就有女高音。